你看，撩你有多多嘅發通。嗨， There are many events during the holidays. 係啊，你看亞壇 Hello. 杜鳳迷你場，可是它還有別的名字，白毫烏龍。啊，为什么叫白毫？是白色吗？真的，那个绿叶小蝉就是它，小小的一只，看到没？哦哼，啊哈，它吸的，它口水吃的那个，所以妈妈轻轻的香，有一種淡淡色，很香啊。我觉得这个会变漂亮吗？会，因为它没有农药。媽媽，你看呀，有獎嘛？哦，很好看，很漂亮。嘿呀，而且 So beautiful. 这个材质这样薄薄的，夏天你也舔走，哇，容量。就是客家的特色，嘿哦，会染这样的布料。呀，大妹哦，撩你會噴千朵發通哦，那就帶你來撩撩撩，帶你來 OK， 逛。撩撩撩。媽媽，这个怎么吃啊？亞洲唔得是，這是拿來洗身体呀，黑拿洗澡用的。媽媽你看，哇，這個就是客家的鳳鳳屋佛逢佛三合院，啊，三合院。嘿拿佛屋佛呀。哇，你看总号筒，它那个门口你有没有看到两边对对对，忠孝？忠孝。底下六片啊，就有兩堆東堆，會把他的祖先堆奈來到台灣，以前住在哪裡，怎麼故事，通通寫在這上面。写在上面。嘿哦。耶！哦，有獎哈？嗯，媽媽，非常好你看哦，今日來呀哈，撩你有多多嘅發通。啊，Yes, there are many events during the 哎呀哎呀 holidays. 这样我们下次哎妹做的来呀，卖东西好好，下次来卖东西，哦，对不对？生意就太大好。好了，生意会很好，business will be very good。妈妈，哎，你今晚不会煮吗？该不敢吃。哦，我要煮什么给你吃啊？哇，好挑战呢，要给你煮很好吃的我要菜。吃。好，哎，今日来呀哈，撩你有多多嘅发通。啊，Yes, there are many events during the 哎呀哎 holidays. 呀，